約那嘉義市在5月底時來發生檳榔檔的搶案，這是一個13歲的少年人去到檳榔檔呢，假影要來買物件，不過煞熊來攻擊店員，而且閣甲人搶。這警方在半點鐘內有順利抓到人，就連店內這監視器呢，嘛甲規個犯案的過程攏甲翕落來，而且閣互人傳起哩網絡。嫌犯佇檳榔檔假做要買物件，雄雄提犯啊強水攻擊店員。搶到物件了後離開，店員趕緊敲電話報警察，才拄甲門鎖咧。嫌犯煞閣翻頭轉來，毋但將門砸無害，閣來搶第二擺。警方接到報案了後，佇半點鐘內就抓到人。用那個辣椒水跟人家噴，沒有辦法抵抗，這個算是強盜，算是強盜，還進來2次，還一個把風，這種罪行很重啊，他不曉得嚴重性。這是嘉義市5月20日暝末的時陣，佇美新南路發生的檳榔檔搶案，警方接到報案。按照店員提供的線索，連續將2名少年嫌犯抓到，專案以涉嫌強盜罪移送少年法庭審理。涉案少年持辣椒水攻擊店員後，趁機取走櫃台現金逃逸。那警方迅速於8分鐘內在案發地點周邊查獲2名涉案少年，並起獲部分贓款、辣椒水及相關證物。那全案依涉嫌強盜罪移送少年法庭審理。根據警方調查，嫌犯會講翻頭搶第二擺，就是因為第一擺無搶到錢。2位未成年的嫌犯搶錢的才13歲，另外1位17歲，講是身軀無錢才會來搶檳榔檔。詳細犯案的動機，警方閣需要繼續來調查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